哎呀，皇上，你亲政了，有许多事情呢，可以自己做主张了，也用不着哀家这老太婆唠里唠叨了。皇祖母何出此言啊？孙儿心里极是惶恐，不知孙儿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还请皇祖母垂训。得了，去玩去吧啊！你们都退下。下去吧。皇上啊，听说你把李太医和那些工人们都赦免了。是，这个李太医啊，擒拿鳌拜有功，又救过孙儿的性命，而且这些工人都是伺候孙儿多年的老人了，孙儿心里极是不舍，所以就赦免了他们。这少造一些杀念，也是为了皇祖母积福添寿嘛。哎呀，皇上啊，你可是刚刚亲政啊，就如此妇人之仁，以后怎么立威啊？你那个叫什么李义欢，这个小小的答应，他当着众臣的面打了皇上一巴掌，而皇上竟然不仅不惩罚他，反倒给他还特设了一个笔墨诗书的女官员的位置，还给他赐了一个永乐斋。哎，这些做奴才的可真小心，唯恐听到了不该听的，都站得远远的。我可顾不了那么多，我得认真的听着，万一龙小弟顶不住了，我好赶紧溜啊！皇上，你这法度尊严何在呀？哀家本来想协助你处置这些事，没料到你已经特赦了他们。你眼里还有哀家这个把你从小苦心养大的，把你扶上皇位的老祖母吗？你全然不顾哀家这副老脸了。皇祖母息怒，若是因为此事伤了皇祖母的凤体，那可真是孙儿的罪过了。皇上若眼里还有哀家，就立刻下旨赐死这个李欢。好狠的老太婆，果然还是不肯放过我。龙小弟，如果你保不住我，那我就只能发个讯号，通知诸哥哥和我一同撤离了。那你从此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。你可不要怪我绝情啊！谁叫你这个皇帝当得这么窝囊，连自己的结拜大哥都保不住。孙儿自小就没了父母，全凭皇祖母的疼爱，才将孙儿一手养大。孙儿对皇祖母之心，那是天地可见的。此事，孙儿可能处置上有些不当，但绝无半点忤逆之心呐。罢了，皇上呢是仁慈大度，也是正当年少多情嘛，也难免呢迷了心性，失了分寸。起来吧。皇祖母，您先消消气。这个易欢呢，是孙儿在出宫微服私访的时候结识的。那个时候，孙儿一时玩性大发，就假冒侍卫龙三的身份和他结了拜，还谎称自己是皇上的替身。没想到他还真信了，所以他后来才打了孙儿一巴掌。其实吧，他不是冒犯龙威，他只是把孙儿当成了他那个假冒皇上的结拜小弟了。他居然不知道你是皇上？是啊，这个易欢出身草莽，没见过世面，性子又天真烂漫。孙儿也是一时兴起想骗骗他，没想到他还真信了。为了帮孙儿这个所谓的替身对付鳌拜，他还不惜性命，与鳌拜那是以死相拼啊！若是宫里的其他人对孙儿不敬，那自然是死不足惜。可是易欢她只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傻丫头，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哼，原来在你心里，
我就是一个傻丫头，你认我做老大，就是为了戏弄我找乐子呢。皇祖母，说实话，这宫里又有哪一个女子肯为了孙儿不惜性命，与鳌拜以死相拼呢？就看在他对孙儿这份难得的情谊上，饶了他吧。皇上，能说一句老实话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为这个李易欢动了心了？皇祖母，孙儿刚刚真正亲政未久，内有鳌拜的余党未能清理，外有三藩做大，还有前明余孽组成的反清联盟，时刻威胁着我大清江山，所以孙儿不敢沉溺于儿女私情，对任何女子都不会真正动心的。龙小弟，原来你对我果然不是真心，这样也好，咱俩互不相欠。哦，哀家以为啊，这李易欢是一个狐妹子，让皇上迷失了心性。这样听起来呢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至于这李易欢是要杀要赦，那就看皇上的了。皇祖母啊，这孙儿还有一事相求。这易欢呢，他娇俏可爱，天真烂漫，就像一个开心果，所以孙儿想把他接着留在宫里，让他伺候。你怎么又绕回来了？皇上啊，你小小的年龄，承担起大清朝的重任，哀家想想都心疼。皇上什么时候做到不动真情，不误国事，那你就真正的成长了。皇上，你看这后宫有那么多的小丫头，你叫哪个不是啊？非得她这个李易欢不可吗？她有何等的姿色呀？何等的本事？皇祖母，这易欢真的是非比寻常的女子，孙儿求皇祖母成全。这个李易欢是不是在门口候着呢？那就叫他进来吧，让哀家见识见识。太皇太后和皇上宣世淑姑娘觐见。是，奴婢遵命。太皇太后，皇上，世淑姑娘觐见。太皇太后吉祥，皇上吉祥。果真是一个灵秀的人儿。你盯着哀家做什么？奴婢只是好奇，原来太皇太后长这么好看呀，慈眉善目的，就跟画里走出来的观音菩萨似的。你不必在这里花言巧语。李易欢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你知什么罪？讲来给哀家听听。奴婢白长了一双眼睛，没有认出来皇上就是货真价实的真龙天子。奴婢更是长了一个猪脑，居然皇上说什么，奴婢就信什么。你看，皇上，你看这小丫头啊，她哪里是在认罪呀？她分明的是拐着弯的数落皇上。皇祖母，这丫头一向如此，心直口快，不知轻重。那你就起来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，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骗您。当初奴婢看上皇上穿着龙袍，坐着龙辇回到御书房的时候，也觉得好奇，奴婢就追上去问皇上：“哎，你到底是皇上还是龙三啊？”结果皇上一脸严肃地跟奴婢说：“嘘，小声点，我当然是龙三。”
不是皇上。你不是皇上，可是为什么外面那些人都跪下叫你皇上呀？那是因为我呀是皇上的替身。啊？你是皇上的替身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身形跟长相都酷似皇上，所以啊，我是皇上的替身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大清啊，虽然入关数十年了，但是根基未稳，皇上又年少，刚刚亲政嘛。不光这前明余孽，还有很多朝中的大臣都想谋杀皇上，所以呢，我就当皇上的替身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怪不得你会跟我结拜呢。要是皇上的话，怎么能跟我结拜呢？对啊，这回知道了吧？为什么我龙三你在宫里打听不出来了吧？那是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侍卫，我呀，只需要在皇上需要我的时候出来露面就行了。太皇太后，你们都笑什么呀？奴婢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敢骗你。奴婢当时就想，龙小弟真可怜，为皇上卖命，还得替皇上挨刀子。这丫头啊，果真有趣呀！皇祖母，当时的情形啊，确实如此。孙儿啊，也是一时童心未泯，见这个丫头什么都不懂，特别有趣儿，想逗一逗她。想逗逗我，但是奴婢当真了，真的把皇上当成兄弟，不想看着你去死。太皇太后，奴婢真的以为他要去跟鳌拜拼命，所以就把身上的金蚕背心脱了下来，给了他，还陪着他一起去跟鳌拜拼命。要不是我哥哥及时赶到，恐怕我跟皇上就……瞧这丫头啊，委屈的哟。得了，哀家呢就饶过你了。真的？谢太皇太后，还是太皇太后好。